民进党的总统初选，蔡英文甲赖清德拢也是无要让步。蔡英文甲赖清德话话，希望联手挽回险恶的局势。想袂到赖清德甲回讲，总统专心国政，选举互伊去拼就好。蔡英文则不满，伫个面册来回击，讲伊从来拢无变单放松，嘛从来拢无离开过工作的职位，这双方拢要搁打争的。 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甲蔡总统的民调真接近，就伫党内无用协调的时，赖清德雄雄讲出家己就是要选到底。由蔡英文总统来专心国政，我全心全力的投入选举，为台湾的未来打这场选战。 这话引发各界专注，蔡定阳攻击赖清德失言，总统暗示甚至伫个面书回击，就任将近3档内每一天，不管是顺势。 逆势，或者是参加党内初选的处境，我拢唔捌放松过，嘛无离开过我的岗位。昨天我们只是派人去了解一下中央党部的想法，还有赖清院长方面的想法所有的情形所有的事情都是还是由这个五人小组来协调。我们专心负责国防、外交、两岸的事务，那行政院的负责内政。 分工合作、分进合击、团结一致，这个是民进党在2020总统跟立法委员选举合力往狂澜，赢得胜选最好的战略布局。蔡赖定阳拢坚持家己有参选正当性，虽然党中央协调也无结果，不过双方拢同意办理电视政见发表会，两个人就要伫镜头前正面交锋，算是初选的一大突破。